时间已经到，请咱备办心，开始今仔日的礼拜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毋通袂记记伊一切的恩惠。天比开地有偌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做伙来吟诗。圣诗第25首，奇妙圣名，至善阁美丽，请起立吟全首。Oh
甲用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，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做伙来交托启恩文。启恩文第18篇，也就是诗篇第67篇。我来刻，请兄弟做伙来引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予阮，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。愿万国快乐，唱歌欢喜，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。土地有生产五谷，愿上帝赐福予阮。做伙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诚心来敬拜阿乐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掌管一切，阮的生活、行动、喘气，拢在伫你。愿万民向你跪拜。感恩，出声称颂你的圣名。主啊，阮要学了你，因为你值得所有的颂赞。你为着疼阮，倒成肉体来到世间受苦，甚至放杀性命，为阮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救阮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无搁再受罪恶的捆绑，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，而且诚做你所疼的囝儿，阮要学了你。主啊，你实在配得阮一生的敬拜。愿你做阮随时的保护甲帮赞，互我靠你的名的，拢得到福气。阮要遵从你的圣名到一世人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节到37节。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起来试伊，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，才会得到永活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伫律法有记什么？你读了怎样？”伊应讲：“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疼主你的上帝，也着疼厝边，亲像家己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所应的是对，行即个就会活。若是伊爱显明家己做对，就对耶稣讲：即水是我的厝边。”耶稣应伊讲：“有一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贼绑伊的衣裳，拍伊到半死，放下地做引去。草坎有一个祭司
对迄条路落去，看见伊就闪对迄边过去。阁有一个利未人到迄所在，看了犹原对迄边过去。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过，对遐过，看见就怜悯伊，君我用酒停伫伊受伤的所在，甲伊包着，将家己的精神互伊徛，带伊到客店来照顾伊。过日摕囡仔2个，互店主讲，得照顾即人，所费若较加，我倒转来才还你。即3人中，你拍算倒落一个，做拄着插迄人的厝边。伊讲，怜悯伊的就是耶稣，甲伊讲，你去照安尼来行。今仔日咱所敬听的老炳希牧师，要为咱传讲的信息是：互生命延续落去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愿感谢你的听。当愿自一个时，愿你的话进入愿逐人的心，通过你圣神的感动，祝福阮，互阮愿意照安尼去行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平安，真欢喜有这个机会，会当甲咱三甲敬拜上帝。我想2020年对咱大多数的人来讲，拢是一个超越咱所想象的一年。足侪计划，毋是哪亲像咱过去所想的同款，计划拢咧改变，性命嘛开始受到威胁。所以，侪人也讲，恐惊咱无比任何的时间，会当哪亲像今仔日同款，咱遮尔认真去思考，到底性命是啥物？台湾咱真有福气，因为到今为止，咱的疫情控制了真好。总是伫全世界顶面，犹原咱看到侪人失去因的性命，受到性命的威胁。伫这个时刻，咱到底怎样面对性命？怎样面对性命，也是咱怎样面对信仰？那咱咧思考这个问题，其实对圣经的世界内面，因也一直拢咧问这个问题。这个律法教师，伊咧问耶稣啥物咧？伊咧问耶稣讲：我到底应该爱安怎做，我才会当得到永远活？伊想要得到一个答案：到底我爱做啥物？我要安怎做，我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耶稣安怎回答咧？耶稣并无直接回答。耶稣问伊讲：啊，律法有记啥物？你读了啥物啊？律法顶面所写的，甲你所读的，敢有共款无？耶稣咧问这个问题呢？律法顶面所写的，甲你所读的，敢共款吗？这个律法教师伊应讲，我对律法非常的熟悉，所以顶悬写讲啥物？你着爱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是伊回答了真对。总是对册里所写的，一直到伊所读的，阁有啥物咧？耶稣阁爱伊阁进一步，进一步是要讲啥物？阁来爱安怎行？你讲的是对呀，但是你爱行安尼，才会当得到活命。所以开始问这个问题：到底人怎样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？伫这个讨论的中间，耶稣进入这个咱就熟悉的故事。耶稣进入一个咱非常熟悉的故事，就是咧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要落耶利哥，有人来抢劫，甲伊拍到半死，放伫路边。这个人伊性命渐渐要失去，伊的性命力一点一滴咧消失，伊无法度做啥物。检菜敢若会当听候，有啥物人会当来帮助伊无？头一个人，祭司；第二个人，利未人，因经过
因看到啊，因看到这个性命要消失的人，因心内底的反应是啥物呢？大概心内底开始有足侪想法，我要斗相共无？我要斗相共，我要安怎？我到底会当安怎？心内底有足侪想法，但是到上尾啊，因所考虑的是啥物呢？对遮的宗教领袖来讲，因心内底所想的，敢若是煞煞去吧。如果我若是帮赞，伊死去，我若读到伊，我就真做无清气，我无法度去圣殿中间服侍啊。所以，好啦，不要紧，一定有人会斗相共的。所以这两个人就安尼过去啊。这个若要失去性命的人，伊看到的是一个祭司，一个利未人，拢无法度斗相共。宗教的体制、宗教的礼仪，看起来面对性命是敢若无啥物意义。伊敢若会当踮伫遐孤单看到，过来咧。我到底会当安怎行落去？我对台东来到伫遮，11年前我新学院毕业，互总会受派到伫台东的新港。大家人对台东其实无啥物熟悉，包括我在内。我对台东其实真正无熟，带着真侪想象。大概去一个庄脚教会，庄脚应该都是老人济、囡仔济，少年人应该拢无啊吧。去到伫遐了后，嘛发现确实庄脚是安尼，剩老人、剩囡仔，少年人大汉了后，开始需要到伫都市求学，有可能工作，有家庭了后，因就袂阁转来啊。伊是一个人口不断的外移的所在，有时真正踮伫教会内底咧算，一年内底个别礼拜学生出外，也是搬厝出去的，安尼算算的，一个小教会聚会人不过差不多60、70个，但是一年安尼算算的嘛20个要出去啊，所以逐工咧看的时阵都咧想。安尼照数学来看吼，3年了，这间教会应该无人啊吧？3年了，这间教会应该会无人。教会徛起踮伫人口不断的外移的所在，要安怎讲？什么是永远的活命？到底要安怎讲？什么是永远的活命？连教会都有可能无法度阁存在啊！咱到底要安怎讲这个物件咧？佮继续慢慢一天一天安尼咧过，也看到确实伫侪家庭因拄着困难，庄脚少年人全部拢出去，剩老人踮伫厝内。有时一个老人，毋管是阿公还是阿嬷，过身了后，后一个状况就是囡仔嘛无放心讲，剩一个踮伫庄脚，所以开始嘛甲。这个老人接到伫都市，所以上帝接走一个，囡仔会接另外一个去，一摆就减2个。慢慢一年一年过年，佫较明显。当是大人过往了后，规家过年嘛袂佫转来啊。整个家庭开始四散，可能遮个人拢袂佫转来。徛伫遐，到底？咱面对的是啥物？咱知影台湾进入一个高龄化的社会，过10年，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。这个意思是5个人内底1个人就是超过65岁的老人。咱踮伫一个真困难的处境，就是安怎算就算，可能少年的会愈来愈少。少年的愈来愈少，毋是问题。是遮的生命到底要安怎延续落去？20年前，我所服侍的教会，因买一间厝体，一间足古早的厝，
啊，迄时我嘛毋知因到底为虾米要买即间厝。后来慢慢，甲兄弟姊妹咧对话，因才讲，哦，即间厝是阮规个镇上老的一间厝，对日本时代就留落来。去读遐个故事，发现迄个主人是一开始新港遐的上悬的行政首长。啊，即个日本人伫日本时代完成渔港的建设，完成规个镇的规划了后，有一日日本政府讲要甲伊调走，结果即个日本人讲我歪走啊，我要一世人徛起踮伫遮，所以伊辞职去迄栋厝，成做伊个人的别庄。就安尼，伊留落成做台湾人。后来大战结束进前，伊过往，所以伊的囡仔踮伫迄间厝内底，阁住1、2年，都全部互人送转去到日本啊。经过这个时期了后，后来咱熟悉高中的家族，高俊明牧师的堂哥高端立医生，伊对高雄搬到伫新港，有人甲伊介绍讲即间厝袂歹，所以伊甲即间厝买落来。买落来了后，开始开病院。开病院也因为因的爸爸高道兴牧师来，看到附近有兄弟姊妹也无咧聚会，所以甲遮个人拢招起来，开始有教会，开始踮伫遐建立起来。到搭即间厝我要90年。东部啥物无，地动风台足济，所以即间厝体也愈来愈朽烂。有足济所在开始漏水，看起来无法度搁利用。有时咧看即件事，一个建筑物，伊也有性命。那亲像踮伫庄脚遮个人的性命共款，到伫年老有济病痛，有济困难。迄个性命看起来都敢若到遮吧，性命无法度搁延续落去。若是安尼，到底啥物叫做永远的活命？对遮个人，对即间厝，因的性命一点一滴咧消失，就亲像迄个倒伫路里的迄个人，互人拍到半死。伊也咧面对一个有可能来救伊的人，拢离开。伊的心内底敢若绝望，有真侪惊吓，有真侪想法，但是看起来无法度啊。直到有一个人出现，这个人咱知伊是撒玛利亚人。这个撒玛利亚人出现的时阵，伊的反应甲祭司甲利未人完全无共款。伊看到这个受伤的人，伊心内底敢若想：我无甲伊斗相共，伊要安怎？所以真紧，伊开始有动作，对伊的包袱内底摕出油甲酒，抹伫伊的坑水，甚至呼伊上伊家己的驴啊，带伊到伫客店，甲客店头家讲啥物？啊，我先互你一寡，啊，若是有欠的，我转来的时阵，我会阁保护你。这是一个超越过咱所想象的发展。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要去斗相共？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伊会带油甲酒啊？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看到这个人了后，佫会当将油甲酒摕出来去抹伊的坑水？检测伫伊的生命内面，伊捌经验过一项事。伊捌经验过有人甲伊斗相共，有人帮衬伊，互伊知影讲，当我看到人的需要，我需要将我有的分享互迄个无的，然后迄个生命就安尼延续落去啊！原来，什么是永远的活命？永远的活命就是，互生命会当延续落去。这是耶稣所讲的。耶稣想要互迄个律法教师明白这件代志。永远的活命是互每一个软弱的生命会当继续延续落去。最后，耶稣问这个律法教师讲：“你想，到底这三个人是，到底倒一个是迄个人的厝边啊？”
律法教师无想要回答你讲啊，是迄个林敏义的。最后耶稣的答案就是：你去照安尼行吧，你去照安尼行吧，互每一个要失去的性命会当阁延续落去，这就是永远的活命。互每一个受到上帝创造的性命价值会当一代阁一代延续落去，这是永远的活命。上帝的恩典有时超越过人的想象。当阮徛伫遐看迄间厝，伊的性命要失去，毋知影要安怎做的时，忽然间撒玛利亚人出现了。有一群对历史真有热情的人，因鼓励咱做伙来想看觅，遮的故事会当安怎阁讲落去？一代阁一代的人，因用因的性命徛起踮伫遐，为着即块土地来付出，所以因咧鼓励教会讲，咱应该爱互这一代阁一代的故事，阁继续行落去吧。真特别的代志发生啊！伫社区中间有一个对日本真意爱的一个朋友，伊毋是基督徒，但是伊定定咧讲，只要甲日本有关系，我就要管。所以当伊知影讲遮个故事的时阵，伊发现竟然伫我所成长的故乡有一个甲日本有关系的故事，我毋知。好，安尼，伊来找我讲，牧师，我要斗3工。哦，我嘛毋知伊要做啥物。几工了后，伊带一个阿嬷，日本的老阿嬷，啊，伊的查某囝带这个日本的老阿嬷来即间厝内底。这个朋友甲我介绍讲，这个阿嬷吼，就是咱讲的弯身啊。这个阿嬷就是弯身。啊，迄个时阵，伊讲伊互人大战结束送转去到日本了后，伫日本重新生活结婚，伊拢毋敢讲伊伫台湾出世。直到伫70几岁，伊的先生过往了后，这个阿嬷才甲伊的查某囝讲。其实我自细汉踮伫台湾，会当带我转去台湾无？所以伊的查某囝就带伊转来台湾，啊来即间厝内底踮伫遐咧讲故事。看到阮摆伫内底的相片，伊开始咧讲：这是我细汉佚佗的所在，这个渔港是我细汉踮伫遮收水的所在，即间厝内底。是我甲我小学的同学踮伫遮佚佗的所在。其实伊已经失智啊，已经有失智症啊。但是对迄碟开始咧讲遮的故事，后来我这个朋友伊讲好，安尼咱会当进行后一步。我问伊讲你想要做啥物？伊讲我想要甲即间厝原本的主人找出来。互因两个小学同学，搁一摆见面。我听伊讲到遮尔认真，我拢感觉你讲的真诶也是假的。后来伊搁继续带朋友来，带一个日本的导演，踮伫遐参观了后，搁有日本媒体来报道。真正有一天，伊甲我讲，你知无？即间厝，迄个日本人的孙，上细汉的查某孙，70几岁，伊踮伫报纸顶面看到，讲恁想要修理即间厝。阮逐个人徛伫遐哑气，这发生啥物代志？后来，当迄个导演的片踮伫日本要搬的时阵，阮这个朋友就真正到日本到东京。互这两个小学同学踮伫遐，对世界大战了后，会当搁一摆见面。这个故事还未结束，遐个孙讲安尼，阮要来看阮阿公的厝，所以伊就真正带伊后一代对日本飞来台湾，讲要来看讲到底阮阿公的厝生做啥物款。
这个朋友搁较充满动力，伊搁开始去找，到底什么人知影这个故事的？伊想要甲这个人全部拢找出来。当伊摕到遐日本人的相片一间一间厝，一直咧去问的时阵，伊竟然搁发现另外一件新者。有一个阿密斯的阿嬷90岁，看到迄个相片，一直咧哭，一直咧哭讲：你为什么有这张相片？这是我的爸爸。阮徛伫遐咯，即马是啥物代志？迄个阿嬷讲：我自细汉都是互即个日本人请伫即间厝内底咧服侍的人啊。所以，就找到一个90岁的阿嬷，搁找到另外一个85岁的阿公。这两个人拢是自一开始日本时代，即个日本官员请伫迄间厝内底的工人。当迄个阿嬷看到伊的孙，即个日本人的孙的时阵，因两个人一直哭，因为迄个时阵是伊抱伫手内底。对世界大战了后，才会人重新讲见面，这是生命的延续。毋但是安尼，教会也开始充满动力。教会开始咧想安尼，咱要搁安怎继续行？阮有一对80岁的长老夫妇，伊的太太其实已经过身。伫过身前几年，已经开始有失智的现象，定点伫街仔路顶面咧踅。当即个阿嬷伫街仔路顶面咧踅的时阵，阿公就骑一台乌多摆，缀伫伊的后壁。等伊的太太讲惊甲想要转去厝啊，才再骑乌多摆载伊转来厝的。但是即个阿公已经要80岁，伊身体也真软弱。过几礼拜了后，我去看伊，伊甲我讲：牧师，我无法度啊，我真正无法度逐工安尼缀伫伊后壁。所以伊规身躯看坐伫伊的椅仔顶面，讲我毋知要安怎。这个阿嬷四界踅踅了后，好佳在庄脚无足大个，逐个人拢熟悉。所以厝边隔壁看到，敲电话来讲：某某先生，你的太太即马踮伫对？伊才安尼出去，甲伊再度转来。看起来是一个真软弱的阿嬷。总是有一日，这个阿嬷坐轮椅，伊先生伊当时跋倒，伊先生送伊出来街仔路顶面，伊甲我报一件事，讲牧师啊，我对面吼，阮对面迄个卖金纸的，迄个先生最近开刀足软弱的。你替伊祈祷好无？请大家注意，伊已经失智啊，所以阮听到，敢若咧想，你即马讲真诶，讲假的。后来真正当伊咧甲我讲即件事诶时阵，迄个对面卖金纸诶先生，伊诶活路塞轮椅塞过来，踮伫教会门口，即个阿嬷咧真正甲伊讲，你爱信耶稣。耶稣会保守你，我即马请牧师替你祈祷好无？所以真正就踮伫门口，我替迄个卖金纸的阿公祈祷。一个失智的阿嬷，犹原会当传福音，这是生命的价值，搁延续落去啊。后来有一日，这个阿嬷身体无好，腹肚痛，送到伫教会对面有一间病院，伊是分院。总是伊的功能无好，医疗无法度做啥物。送到伫对面了后，医生看看讲无法度，这爱送去台东马街。对教会到台东马街爱1点钟，开车搁爱1点钟以上。所以真紧，赶紧坐救护车，甲这个阿嬷送到伫台东马街讲歹势，这爱随手术，但是管无病房，搁转。搁转到基督教病院，踮伫基督教病院开刀了后，我去甲伊看，伫监护病房内底替即个阿嬷祈祷，我感觉伊的状况真歹，但是伊厝内底的囡仔无一个有法度随时转来到伫遮。
我敢会当敲电话甲伊的查某囝讲，我感觉恁应该爱赶紧转来，有偌紧就会当就偌紧吧。恐惊时间无济啊，但是要转去东部真正无简单，要订火车，要请假，确实有困难。迄暝2、3点，阿公敲电话互我，伊伫咧哭，讲伊接到病院卡来已经病危，赶紧开车载阿公去病院。当阮到病院迄点，内底宣布，即个阿嬷已经过往，上帝接走伊。阿公伊伫咧哭，我一边安搭伊，一边敲电话甲伊的查某囝讲。恁妈妈拄仔过身，请恁赶紧转来。啊，一边护士阁爱签名，爱请这个阿公阁签名，阁继续替伊联络总医社，一直到全部拢处理好势，因的囡仔犹原无法度转来。伫这个时间点，确实充满痛苦，充满绝望，到底会当做啥物？囡仔转来了后，真关心因的爸爸。当个别礼拜煞，因也想要将爸爸接去到伫都市，但是这个阿公讲，我一世人拢袂离开遮，我绝对袂走。囡仔无法度，因需要转去到因家己的厝，所以只好甲教会讲，牧师，请恁帮忙看阮爸爸一个。好，所以佫爱继续看因爸爸一个。个别礼拜过了一礼拜。阮去看讲，即个阿公即马到底安怎？阮发现伊咧骑脚踏车，伊咧骑脚踏车对镇内骑到三仙台，阮骑到三仙台安尼来回是40分钟。伊开始咧骑脚踏车，我问伊讲，阿公你为虾米要骑脚踏车？伊讲无啊，牧师恁毋是讲教会今年要办一个活动？教会迄年要办一个活动，因为阮第一任牧师是早起主持了礼拜了后，骑脚踏车到山顶的教会主持第2场礼拜，所以迄年要庆祝教会的设教。逐个人咧讲啊，无咱安尼啦，咱嘛来骑脚踏车去山顶耶和华礼拜，来纪念头一任牧师宣教的脚迹。总是少年人甲我骑一逝了后，都无人敢讲即件代志啊。因为真正伤忝啊，无人敢阁讲即件事，当做无即件事。结果即个阿公讲，牧师恁毋是讲今年要办即个活动，啊，我就想讲，我少年的时阵无缀过迄个第一任牧师安尼骑，我想讲嘛来试看觅。所以伊真正开始骑脚踏车。当伊开始骑了后，另外一对长老翁仔某70几岁，讲啊，阮交情足好，阮袂放心嘛。所以，阮陪因做伙骑，吼，即马对一个人变3个人，超过70岁，开始逐工咧骑脚踏车。啊，逐工骑了后，迄对翁仔某的查某囝讲，袂使，全部拢70几岁的人咧骑脚踏车，我袂放心，安尼我嘛做伙骑。吼，所以即马4个人开始咧骑脚踏车。啊，看了转来甲较少年的兄弟姊妹讲，哎呀，阁有青少年，我讲，咱即马袂当阁安尼装傻。阿公拢要骑，咱要安怎？好，咱只好缀咧骑吧。就安尼，迄摆真正逐个人对新港骑脚踏车到山顶，安尼骑落去1点半钟，到山顶举行耶和华礼拜。礼拜煞，即个阿公甲我讲，牧师阿哥来咧。我咧想，阿哥有啥物过来啊？迄年我咧做东部中会议长，阮咧讨论宣教140周年，东部的宣教140周年会当做啥物活动？所以当即个阿公问我的时阵，我雄雄讲一句话，讲无安尼啦，咱来骑一年，甲东部中会全部的教会踅一年看觅，去一间教会，就为着迄间教会祈祷，安尼好无？东部中会偌大，咱知影无？东部中会对花莲到台东，花莲到台东规个拢是东部中会。
我原本想讲，我安尼讲吼，这个阿公应该会，应该袂阁徛吧。结果这个阿公讲好啊，来试看卖。哦好啊，伊阁讲好啊，咱只好缀咧徛吧。结果这个80岁阿公招阮另外一个75岁的两个长老，因真正逐工咧骑脚踏车，逐工咧练习，逐工要锻炼，讲阮一定要生一个。后来对因的行动，教会对80岁、75岁、60岁、50岁、40岁、30、20、10岁，到上细汉，我的大后生，迄当时啊还袂满6岁，阮组一团脚踏车队，真正将东部中会安尼设一年，去到伫一间教会，就为着迄间教会祈祷。侪参与的兄弟姊妹讲，阮心内底真正足感动的，因为阮毋捌想过，全教会每一个年龄层的人会当做伙，对80岁到还袂满6岁，会当成做一体，这是教会，甚至通过安尼去祝福每一间教会，这是宣教的脚跡。坐倒来了后。我问这个阿公讲：“阿公，你老实甲我讲，你为什么要骑脚踏车？”伊讲：“无事。我老实讲，我逐工骑脚踏车，干那因为我要去看阮太太。因太太的骨灰放伫北边的那古塔，伊骑脚踏车，干那是为着。”逐工要去看因太太，经过遐，伊讲那骨塔有开，我就去哩；无开经过，我握一个手，我就转来。到呾3、4年啊，逐工拢咧徛。对迄一日，我知影一件事，我甲兄弟姊妹分享讲，这是对死国活。这是对死国活的故事。迄个阿嬷从来毋捌离开过咱。迄个阿嬷对上帝的疼，对因家庭的疼，对福音的热情，一直咧塞规间教会向头前来跑走。今仔日个教会，咱定定拢咧烦恼，咱要安怎做？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咱要安怎做，才会当互教会得到成长，才会当互教会愈来愈侪人得救的人愈来愈加添。总是通过上帝的话语，通过这对阿公阿嬷的故事，我愈来愈体会，是上帝的气力塞咱向前行。照安尼去行，将律法册里所写的、咱所读的，甚至咱所行的，不断分享出去，互生命的价值会当一代搁一代延续落去，这才是永远的活命。伫现在这个时刻，伫全台湾、全世界。充满惊吓的事，咱爱照安尼去做，将上帝的活命活出，踮伫即个土地顶面，将咱所有的分享互遐的无的，互每一个软弱的生命会当一代搁一代延续落去，互重要的生命价值会当搁继续行落去。对这个故事了后，迄栋厝即马准备要开始修理。对规个镇来讲，这真做一个真重要的故事，真做一个互这个镇搁继续行落去的故事，是故事，互咱勇敢向前跑走，是上帝的神踮伫咱中间，互咱永远有新的气力，要踮伫这个世界活出伊的干净。这个干净是永远是新的，
是旧，总是永远拢是新的。互生命的价值延续落去。愿上帝甲咱伫地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知阮真正是软弱的人。阮特别踮伫这一年中间，阮的心有惊吓，面对变化，阮也毋知过来要安怎。阮真着急，想要做啥物，总是通过上帝的话语，阮知主耶稣你一直踮伫阮中间。你一直鼓励阮，互阮会当勇敢将迄个刻条踮伫阮逐人心内底属于你的话，会当记落来，讲出来，行出来，互每一个生命的价值一代搁一代延续落去，互上主得到荣耀，教会会当继续将你的福音分享互每一个需要的人。愿主你踮伫阮中间运行，互阮勇敢去行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甲一摆来吟诗回应上帝甲诗，圣诗第534首，有一项诗实在好听，请咱坐咧吟。实在好听，我心爱爱慕，人着心就拢免惊，真正是通了。是我要归的心，是故要归的心，我知。上帝恩典，请咱即时同心来奉献。
作接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第8页。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今仔日主日礼拜，咱邀请东部中会新港教会刘炳熙牧师来本会讲道，愿上帝祝福伊的服侍。第二点，今仔日第一场礼拜线伫社区发展中心咖啡厅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加。第三点，本会定伫7月初5主日第一场礼拜中举行洗礼、跟信礼，请有报名成人洗礼跟信礼的，伫第一场礼拜线伫社区发展中心上大教会边仔的世经教会。本来是要伫上大教会，透早连长长咧甲我讲吼，要改伫伊隔壁一间世经教会，就是咖啡厅，搁落去伫倒手边的迄间世经教室，要来参加真理的课程。6月14日信徒生活的课程，6月21日问道理。要报名幼儿洗礼的，请往办公室来报名。报名到6月21日截止。教界消息。第3点，台北中会中级联谊会要伫7月24到25日举办2020年第22届全国中级联谊大会，地点伫台北市马来亚餐厅。要报名中级，请苏庆良长老来报名。其他的团契消息、代祷事项以及奉献的明细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再来，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我先读一摆，咱做伙来读2摆吼。伊应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听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来，咱做伙。因应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。听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，搁一摆。伊应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，听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。煞接咱请优先牧师甲咱介绍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真多谢刘炳熙牧师对台东来到咱中间，咱搁一遍拍鼓甲伊欢迎。有一对夫妇是牧师较早伫万年华教会的时的会友，尾也搁读新南医。是蔡志威牧师甲伊的牧师娘，请恁徛起来好无？好，多谢，请坐。毋知佫有其他第一遍来咱教会做礼拜，还坐无？是咧，迄个老牧师娘我介绍无着上重要吼。老牧师娘，好，请坐。毋知佫有第一遍来咱教会做礼拜，还坐无？若无，咱时间到聚会。请起立来吟祝福车建的诗，圣诗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。吟诗煞，请牧师来替咱祝祷。
咱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赏赐5望的上帝，就着咱大家对耶稣基督的信，充满各样的平安甲欢喜，也照着圣神的气力，帮助咱，互咱有满满的5望，将听分享互每一个人，对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